实在后场一举成名，真的不容易。但是你为是要伏龙配凤，以棒救归，最终你抛弃归隐，招贼进相府。是的，现在你锦衣玉食，喜欢会用，毫不风光。但是这颗心啊，你终觉不安。现在是压力向9点钟光景，王奎用功还是没用功，让书房间里向挑灯夜读。哎，听见窗浪向有声音，王奎过来，拿窗帕推开来，对外头一看嘛，一傻无傻傻。正当这个辰光，一阵吹风扑面而来，哟，身穿定远，一派萧瑟气象，我。谢谢银山山，月色朦胧以来，开始引爆。手夫人在，玉水深，后楼立长啊！你们录得来个声音呢？王奎头抬起来一看嘛，哦，原来是你呀！原来是凤飞长松年丰富，守一个窗儿，你是有人能来。不对，上天方才的声音是了让苍狼，不了让上天。王奎身体往着外头透出一点点，对地浪向一看嘛，真巧一阵吹风，叫风骚谁也，哇哟！吹风我就起我动也。不想离龙10岁喂，雨天啊，天马已在叮当响，东河的绿不许采，深翠定有小石盖，铃声儿心意跟随飞，凄凉放下这纱窗褥，送天人灯，把书就翻。王奎长跪下，身体收定，重新拿这个书帕翻开，奇怪了，只觉得心随彷徨一百喂，那啥人家？王奎头抬起来，对门跟随一看嘛，一个女子，堪称官人，不要说的，
一定是新婚燕尔的相国千金。现在呢，到该搭来说起，呀，红日天香也，王魁几乎那个说起，啪，是案里向立起来，哟哟，原来是夫人得知。想着更深一人，你冒着风浪，走进这上浪广游，来到苏州，如今我们夫妻恩爱之深，喏，下官之相，一礼也了。须是上浪广游，怒送雷阳而来。雷阳啊！雷阳是小鬼英文，王魁仔细一看嘛，实定是鬼英。像那样呢，我到给他来，你来做啥？再一想，一定是为之动地而来。所以说，王魁这个周公几乎能够哈。向桂英游荡而来，来，里边请拿坐。桂英忙子里向进来，位子郎身体坐定。桂英，一封书信，3百两纹银，2笔水的。你几岁相信，今日再来，是何用意？用意。桂英听着这个2个字，只觉到一人心痛。头抬起来对里看看，虽然这张面孔分辨，甚至是个漂亮，是个英俊，但是那个心，哪会得比得是个啊？是个恨。你也晓得，自从你走之后，我日子老把难走。可院子里向的花开之小，小之开，我只好把要不帮忙那封平安家信，罗里写的簿上是那个一封恩斗一些个虚实。那见我为有啥个勇气活下去，说起来害人面有了是谁？现在辰光你问我啥个用意，我不相信，我随便那不相信你会得比得上个。所以我也当面偷一偷，如果是你对我还有这个一点点心意的时候，那么我死呀死，还是守着。不然死与郎君分别，不生了梨花落烟花开。大花人诚意归，花人诚归，你郎不归。
是指那一天，翠水放出家兴致，是送天将奴下意开，奴一花心田送对开，奴子的兵役家训，那之下也只是家奴性命才给上程度，谁内最美神君来得西，下问耍女后是为于是的我家王风费用意都是你18的风挖去真的来受良心毕竟与光辉老子一泪眼眶悲下离，闻声冰冷，去内开口退了，下身即是牛把身
去化作灰，飞下来时，树叶飞。王奎，一面了让听，另一面了让救恩。回应。这雷阳之人，愧以内衣防卫，虽一觉书生，实在海川具的是什么？具的是什么？具的是荣华富贵。各位王奎，早把这雷阳之人当作了逢上做戏的了。哦。